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各位兄弟平安，咱要来唱圣诗第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圣诗第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各位兄弟，这首歌是以色列的民谣哈，中东的旋律哈。根据洛维道牧师的提醒，这首歌你若要拍手、要拍手，唔通安尼拍，爱用特别的一个节奏来拍就是这是一首4拍子的歌，1、2、3、4第一拍甲第3拍无拍，第2拍拍2个，第4拍拍1个所以伊是安尼拍的1、3、4、1、3、4若唱这首歌的，若唱得变安尼，我要学主的我要学主，我要学主就带。咱为头当圣神来唱一个看卖当圣神来。当圣神伫我的船，我要学主，亲像早时代美风。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学主，亲像早时代美风。我要学主，我要学主，我要时代美风。我要学主，我要。好，咱这时就当心来唱圣诗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follow主，亲像早时代的风。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follow主，亲像早时代的风。我要follow主，我要follow主，亲像早时代的风。我要follow主，我要follow主，亲像早时代的风。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风。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风。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风。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的风。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跪拜主，亲像早时代的风。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风。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风。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的风。各位兄弟，咱要同心来祈祷。这些爸阮欢喜感谢伫台湾咱即马的疫情渐渐有较得到舒缓大家心头的压力无遐大求你继续来帮咱来保守，因为虽然台湾的情形较好，毋过阿爸需要你大大的稳定，全世界的人拢有缘受到这武汉肺炎这个病毒的威胁，尤其是
伫即款的情形，真正阿爸爸求你赏赐大大的稳定，甲对天顶来的平安，阮真正需要，求你来听惜。特别为着个人教会阮众兄弟姊妹，王已经足久无法度相合做伙，求你来医治，求你，互阮的心有缘是会火热。知虽然无法度相见面，毋过阮相结连，阮的心常常互相的纪念。阿爸爸，求你来拯救，也求你来帮赞。虽然阮无法度常常相甲交陪，毋过伫你的听内面，我们来学习，阮有缘知影，阮大家听惜阮的兄弟姊妹爱去照顾着大人的需要，所以求你互阮有一个开阔的心，剔开的目睭，甲阮的耳孔，阮要看到，阮要听到，阮兄弟姊妹的需要，求你赏赐阮教育的听心甲耐心，阮要相合来依持来扶持，而且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目睭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世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碎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面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赐我新搁忠诚的心灵，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犯过失的人通归向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心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今日的经文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14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14节，请咱兄弟一定要掀开圣经，掀着，请听我来念。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所以我踮伫主最受烦的劝领，件代志就合领受调的照。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伫以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因为体一个，神一个，亲像领受调的愿望，也是一个；主一个，信一个，
洗礼一个，上帝一个，做众人的爸，伫万物的顶面，贯穿伫万物，点伫万物的，总是用稳定，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温顺的分量。所以讲，伊升悬的时，就掠遐个受掠的，也将遮的温顺分互人。但既然讲伊升悬，敢毋是伊捌降落伫地下吗？迄个降落的，就是迄个升悬伫遮个天的顶面的，要充满万物。伊所想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要为着互圣徒招庇，来做采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躯，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成长迄班，要互咱无搁做囡仔，互逐项假事的风摇带漂流，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直到互人差谬的法术。以上。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神甲阮伫地，相属阮合一。愿主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的帮站，互阮的信仰会当不断来长进。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了的第12主日。也是咱的教会所定教会社会奉献主日，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长期间对着咱教社部事工或者的关心代祷甲奉献，也请咱继续来支持。特别伫咱的教会和社会，其实是有真紧密的关系。像着咱的教会嘛，因为体贴着咱的社区。或者的祝福，或者的心理的感受，所以咱有愿用这个网络的礼拜，就是体贴这个社会，互教会和社会使有真好的关系，直到咱也堪因有一个真好的这个做伙会上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今仔日这个奉献主日，咱就来看到奉献的意义。是在伫咧提醒咱所拥有的一切，拢是对着上帝来的，是上帝赏赐予咱，所以咱照着旧约出埃及记，上帝爱以色列人所来奉献的规定，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是咱一定先领到上帝的恩典，咱才有法度来做出这款的回应，也就是讲，是上帝已经先予咱啊，所以咱才有法度奉献出去，来做咱感谢上帝恩典的回应。所以这项一般民间信仰内底添油香、点光明灯，来换取平安，是完全无同款的心态、观念，也是价值观。这毋是利益的交换。毋是我捐偌济钱，神明收着我保护费，就要来保护我，嘛毋是投资。我即马捐一寡钱互神明，伊就要保庇我考调我要读的学校，也是爱录取我要去的工作，会当成功发大财。这只是真金，若是代志真正照我神明所求的愿望来成就了后，搁后谢。捐钱起庙啦、拍金牌，也是请人来唱歌跳舞等等。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以弗所书第4章14节，保罗就提醒教会信徒，咱无搁做囡仔，互逐样假事的风
摇带漂流，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比较互人差谬的法术。和合本的翻译是讲，互咱无搁做囡仔，着着人的诡计甲欺骗的法术，互一切异教的风来摇动，摇来摇去，随从逐样的异端。亲像有一寡，亲像是异端的教会，教导因的信徒，十一奉献竟然是讲，若是你收入有10万，你就要奉献偌济？1万。若你想要收入有100万吼，安尼你是要奉献偌济？爱10万。若我无10万要安怎？伊就叫你讲，你就先去借啊。反正吼，到时阵你有100万，你就会使还啊。若是你无安尼做吼，伊佫会甲你怪讲吼，你无信心啊。若安尼，即款型的教会会怎样呢？对拜上帝的教会来变成做拜马门的教会，因为因拜马门，所以嘛哪来哪兴旺。因为最后留伫教会内底的人，拢真正是有成功发大财的人，这对因来讲，嘛真正是有真好的见证。而且因所谓的信心哪来哪大。虽然这款的信心，并不是圣经内底所讲的信心，总是因遮无要管这个，反正只要阮会当达到阮所想要爱的物件就好啊。就算这是我家己个人的欲望被满足，这嘛会使成做我特别来得到上帝的疼痛的证明，敢毋是？若安尼，你可能会问：遐个无成功发大财的人要安怎？其实吼，你毋免伤烦恼，因为因自然就因为因无好的见证，信心无够硬所以咧。因就只好来偏要忙诶，怎啊离开迄间教会，最后即间教会就真正充满有成功发大财、好诶见证诶阳光诶教会。总是这到底是咧阳光啥物呢？上帝真正有需要即款诶阳光嘛？奉献毋是投资，嘛毋是利益诶交换，奉献是将上帝所赏赐互咱诶。嘛奉献出去，是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咱奉献家己，互上帝来使用。上帝嘛袂爱咱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是使用上帝所已经赏赐互咱的快乐恩赐，因为咱无法度奉献咱无的物件，所以教会若是要当有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安尼，教会才有法度做到。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所讲的，用和平三结连，缔以受圣神所赏赐的合一。若安尼，教会嘛才有法度合一。若无，若是圣神无赏赐咱合一，咱是要守啥会？一定得爱先有，然后咱才有法度来守。若是根本就无，安尼咱是要修啥物？所以大圣咱爱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咱敢有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吗？好的问题会使带来好的思考，甲追找答案的方向。我想头拄仔咧看咱的同工分享的时阵，知影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拢真够问问题，所以咱嘛毋通真紧就对这个问题做出咱的判断，甚至是一个真标准的答案，嘛毋通先入为主，用真负面的想法来面对人所提出来问题。当然，真侪时阵有一寡人问问题，不但无法度鼓励人来解决困难，反倒等互人受到真大的打击。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伫咧责备、为难别人。毋是真正要来找求答案，我想即种装作是问题的指责，毋是问题的问题。咱伫新闻也是伫咧 CDC 防疫指挥中心所面对的问题嘛，定定拢会使来看见。即种无问到问题，
也是讲毋是问题的问题，并无法度引带人来做出诚实有意义的答案。所以要安怎真实来面对问题，有智慧来问到问题，嘛是需要圣神的帮助。那安尼，咱需要怎样做，才有法度来倚靠圣神的帮助，问到问题呢？就是咱在问问题之前，咱拢需要先用心灵甲诚实来向上帝祈祷，求圣神帮助咱，用疼心讲诚实话，嘛为着对方的性命来得到上帝的引带来祈祷。安尼，相信咱所问出来的问题一定非常有帮助。面对头拄则咱所问的这个问题，咱有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嘛？这是一个开始，就是咧帮助咱先知影咱家己所伫的位置实际的状况，然后咱才有办法向着这个目标来迈进。若是咱毋知咱即摆的状态所伫的位置，安尼咱要安怎去到咱所要去的目标呢？咱拢用过即个导航，还是即个 Google Map， 伊拢会掠你的伫个所在的位置，搁要去的所在的即个坐标。若是你用手机啊，伊就自动帮你定位；若是你用电脑，你就要先拍你即马是啥物所在。咱有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嘛？即个问题就是咧先帮咱做定位。即个问题可能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无共款。有的人是有，有的人是讲无，有的人是问讲啊，什么是合一？真侪人会误解讲合一就是毋管对方讲什么吼，啊拢同意就对啊，就算吼心内无认同，嘛要为着无要看对方发生冲突，伫表面上讲啊我无意见啦，总是这无叫做合一，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相怨啊。维基百科解说讲吼，相怨的意思就是讨好他人、没有立场、昧于是非的人。所以相怨的台语要安怎讲？就是无分是非的烂好人啦。相怨也是台语制度的严重。真侪人抓准合一就是莫冲突，当然冲突是造成无法度合一的一个真要紧的理由。就亲像即摆台湾，大家拢讲同岛一命，大家做伙来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应该爱同心合意来做好这个保护的工作，做伙来对付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但是中部长嘛讲，咱要对付的是病毒，毋是人。总是嘛是有人会解读做市长部长吼，就是咧讲你啦。你这个人吼，就是病毒，然后将人当作病毒来对付。这当然是因为政治就是权力的角力，伫政治利益的抢夺中，自然就是互一寡更较看重这个政治利益的人，会摕武汉病毒来成做打击对手，争取家己政治红利的工具，毋是望政治的对手因为处理防疫的工作做了真好，得到加分，互家己后摆佫较无机会。这就是这个世俗的社会无法度合一一个真无奈的现状。因为看重利益超过伫性命，总是伫教会内底，无人是为着利益，或者是应该佫较精准讲。无人是为着世俗的利益来到教会，而且教会内底嘛有绝对的价值观、上帝国的价值标准。安尼，为什么有缘会有冲突来影响到教会的合一呢？可能有的人马上就会想着讲，同人冲突的时阵，互人咧苦劝的经验。啊，对啦，就是要佮讲我，就是爱我反省哦。爱我忍耐咯，爱我退一步啦，毋是啦。咱若是真正有志受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安尼
咱就法度伫冲突内底经历着圣神的医治甲稳定。通常，咱咧面对人和人中间的冲突，你会想要做啥？你会想要互因莫冲突干掉？总是其实咱敢有想过，咱敢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来使用这个冲突，将人带到耶稣面前来得到医治。所以灵修毋是坐伫遐一直读圣经，一直祈祷，真侪时阵一直看，一直记，一直看，一直记，哪看袂落去，哪祈祷心内愈烦，因为咱家己的内在就充满着含家己的矛盾甲冲突。伫咱的内心有两个声咧冲突，咱敢要服侍爱呢？咱爱服侍，总是咱心中嘛另外一个声讲：啊，你服侍吼，也无人要欣赏啊！你啥哪要服侍？过来，啊，我敢有应该为家庭来牺牲？哎哟，我应该为家庭来牺牲。总是当我为家庭牺牲，我的细囝竟然甲我讲：啊，你真啰嗦呢！安尼我搁爱牺牲无？这个心中搁有另外一个声音甲你讲：无爱，因拢无甲我感谢，所以我心中吼就甲我讲：无爱，我无爱搁服侍啊，我也无爱搁牺牲啊。然后咱的心中会做一个决定：无爱。结果这声暗时我困袂去啊，因为这个时阵你的内心嘛有一个声甲你讲：哦，你毋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你毋是一个好的老爸，啊，你毋是一个好的老母。若是你嘛经历过这款的矛盾，你就会通知影我咧讲啥。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7章19节所讲的：我愿意做行的好，我无去行；我无愿意所做的歹，我反倒去做。这是毋是一个真大的矛盾呢？是啊，这真正是非常大的矛盾。人真大的矛盾就是咱心内想要去做，我煞无法度去做。你的立志跟你所做出来行动无共款。咱常常咧立志的时阵，就是伫咧当时，除了生日，就是伫咧即个新年啊。即马已经2021年过一半，你敢阁会记即新年的时阵所立的志向？目前完成的程度到伫倒位啊？还是早就袂记一啊，放弃啊？所以人的内在拢有一种的矛盾，另外一种就是外在跟人来冲突。请问，跟家己冲突，跟别人冲突，对一种会较好过咧？对一种会较容易解决咧？可能跟别人的冲突较容易解决，因为跟别人冲突。我只要将这个人解决掉就好了。总是你跟家己冲突是永远拢解决袂掉，因为你会跟家己一世人来对调。咱生活的困境就是在伫咱无法度放过家己的时阵，你无法度放家己煞，你捌骂过你家己无？细汉的时阵，因为做毋到一项代志，然后你就骂家己啊，我哪会遐戆？还是你做毋到一个错误的决定，然后家己会真自责。一个真自律的自我鞭策的人，其实就是定摕一支锤仔咧讲家己。若是你捌立志过，你就捌摕即个锤仔讲过家己。因为你只要有立志，无做到，你就会感觉家己无够拍拼，而且即个锤仔是看袂到的。所以真侪人活了真痛苦。感觉家己做了无够好，无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价值，无符合别人对我的期待，感觉心内真硬啊！毋是硬别人，是硬家己。这就是自我的内在的矛盾甲冲突。总是其实，咱就是爱得到圣神耶稣的疼甲医治，毋是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才有法度得到救赎。传统的解决的方式是啥物呢？你自我要求悬的人，人就会甲你讲：啊，你莫自我要求遐悬啊，你爱放轻松，你标准伤悬啊，你想多。毋知你有法，你敢有捌互人安尼讲过？安尼敢有解决问题？
你敢有受到医治咧？请问，苦劝是带来医治，还是搁甲你拍一解咧？当你否定对方，就是搁拍伊一解。因为伊会想遐多，是因为伊心内真惊吓，伊对细汉若是做无好，就互拍互念。啊，那安尼，伊是毋是就爱强迫家己爱想较多咧？我若是讲无好，就互拍，安尼我就爱超前部署。啊，我先想过，所以你叫我莫想遐多，就是无了解我，啊，佮甲我拍一解。总是其实咱会使对想多这项代志。来看到内心的惊吓，你会想要知影家己的惊吓的来源无？只有真正看到家己惊吓的这个原因，才有法度互家己伫遐谈耶稣相拄，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灵修若毋是安尼灵修，咱是咧灵修啥货咧？敢讲是一直读圣经，烦恼讲啊，读无够野，互上帝骂。圣经考试无过，无法度上天堂嘛？这敢是灵修？毋是啦，这叫做律法主义，佮讲家己一摆。即款人真容易伫细汉的时阵摕锤啊讲家己，大汉讲啥物人？讲伊所疼的人啊。原本你烦恼家己，总是当你疼一个人，你就为伊烦恼，为了他好，你就一直甲苦劝。一直甲鼓正，甚至是用恐吓，因为你家己恐吓家己，即马你就爱恐吓你所疼的人，为着伊好，总是真正为着伊好嘛。其实是为着互你家己莫遐紧张啦。若是你过去做无好，做袂到，你就真紧张，所以你即马看到伊做无好，就会替伊紧张，所以你是用你的紧张来疼。所以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有一个真大的关系，就是若无先伫自我内在的冲突来拄着耶稣，得到疼，得到耶稣的医治，安尼永远拢会伫自我内在的冲突，然后外面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和别人来冲突。真侪翁仔某中间的冲突，也是大人和囡仔的冲突。拢是因毋知影家己的内在已经和家己冲突一世人啊，安尼敢有真艰苦，敢有真辛苦。你甲伊讲，伊想伤多，伊搁拍一解；你甲讲伊伤紧张，莫遐紧张，啊搁甲拍一解。我哪会使遐尼莫紧张？我会遐想要紧张嘛？我哪会使互家己莫紧张？我搁需要拯救嘛？所以若是甲你讲莫生气，啊你就无生气。安尼感觉需要耶稣，毋免啦。所以真侪人做基督徒无需要耶稣，因为我看你自我要求遐尼严格，我靠家己拢会使做到啊。安尼哪有需要耶稣咧？传统的冲突拢是用苦劝说服的。你若捌互人苦劝过，两个人咧冤家，互人苦劝拢来甲人讲啥？恁两个人安怎？啊，拢各退一步嘛，两个人拢爱反省啊。你嘛毋对，对方嘛有一寡毋对，所以做公亲的人、苦劝卖冤家的人，拢会使真紧折毛两个人啊。因为你批判这个，你嘛批判迄个，两个人拢总受气。啥物你爱我退一步，啥物我嘛毋对，另外一个嘛讲，我倒又毋对啊。然后两个人共同的对敌就变成啥物人？就是迄个做公亲的人。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啥？公亲变事主啦。所以我甲你讲，你若是想要变成事主就尽量去做公亲。你若是要互大家拢讨厌你上好去做公亲，因为你做公亲大家就拢足讨厌你的。这伫咱的社会嘛，定定真看见。就是遐个定定去做公亲的，尤其是去处理迄个婆媳问题的人，到最后两个人拢气到要死。事实上，你是将家己当作上帝啊！冲突的本质是啥物呢？就是我心内上界脆弱的所在，互你打着，所以我嘛爱知影，我嘛爱甲你打转去啊！所以两个就会伫遐安怎？你打我，我打你。
安尼毋较冲突会起来，一个铜板拍不响。若是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无疼的所在，我哪会烦恼家己、烦恼别人来立着我疼的所在呢？比如讲，你甲我笑，我内心就真健康啊，我就无受伤，我想哪就爱甲你笑转去。所以冲突无应该是可靠，冲突是需要医治啊。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冲突，就是你的自我内在矛盾冲突，甲别人冲突，拢是受伤的所在，是互人来吞踏。咱会当有一款真清楚的认识，而且嘛愿意，咱受伤的所在来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安尼才有法度解决这个不断发生冲突、恶性循环的问题，袂过一再来发生冲突。当咱生命内底的伤，因为耶稣的医治来得到健康，咱自然就会当行代志合伫所受的调，凡事谦卑、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抵御受圣神所赏赐的合一，有得到耶稣的医治，健康的生命，就会当用疼心来讲诚实话，伫各方面稳定基督，不断来长进。伫听内底互相来结连，毋是讲彼此相疼，结果拢咧彼此相拼，也是彼此伤害。上帝呼召咱，嘛赏赐恩典、恩赐，互咱每一个人，为着是要来互圣徒招庇，来做采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体，直到咱正人的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迄般。所以目的就是要来准备上帝的子民为伊来做工，起造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最后，咱会对上帝的囝儿，就有一致的信仰甲认识，咱就会长大成熟，达到基督这个完整的境界。愿圣神帮助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诚实追求耶稣基督的帮助，灵魂体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恢复着上帝创造咱原本这个健康的状态甲形象，有一款健康的生命，自然咱就有法度得到圣神所赏赐的合一。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当阮拄着试探的时，阮是偌尼啊容易去犯逐样的罪，容易去陷落引诱，来模仿遐个歹所行。所以主啊，应允阮，互阮因为圣神的帮助来得到快乐，会当持守纯正的信仰，互阮通知你是神。会当帮助阮来得到利益，互阮会当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无偏离你，去学习这个世界的腐败，也是想讲阮会使欺骗你。愿阮向你献上阮的全人全心，通互阮用生命每一个部分来见证，阮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正做芳芳的祭。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兄弟，咱即时要用使徒圣经，正做咱的信仰的告白，做咱对上帝的话的回应。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
罪赦免，就替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各位兄弟，咱这时要来唱圣诗第485首，主暂远互相接纳。圣诗第485首，主暂远互相接纳。各位兄弟，咱即马教会的规定吼，咱尊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咱即马是2级的警戒，虽然有降级，不过咱小会有做决议，吼，咱的礼拜，包括台语礼拜加下晡的亚福德论，华语礼拜，拢抑阁暂停到8月23号，8月23号。伫8月23号之前，咱依然是用录影甲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吼。不过对即马开始，咱教会周间的聚会，包括查经班、祈祷会，也是团契的聚会，拢会当开始伫教会内面进行，吼，伫礼拜堂内面进行啊，吼。所以，只有礼拜，台语礼拜加亚福德论华语礼拜一样。在线上直播还是录影哈，其他的聚会都可以正常开始，只要遵守2项：戴口罩哈，口罩不可以拿下来；第2项不可以进食哈，伫礼拜堂内面游园袂当食物件哈，来教会会当聚会，不过袂当食物件啊，口罩要戴好。请咱兄弟遵守这两项，一直到8月23号了后，咱会阁来做开会来做决议，这聚会会当进行，不过，若毋是本教会的一寡合唱团，也是共学团、游园是暂停，只有开放咱即马教会咱家己的圣歌队。是团契聚会、查经班，遵守咱很多2项的规定，不可以进食、戴口罩，提醒咱的兄弟，然后赶快要去登记打疫苗，打过1次的还有第2次第2剂咱好好保护咱家己保护我们自己，然后会当照顾咱四周围的人。好，再报告以上。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今仔日专心的敬拜，伫天父上帝面前，正做芳芳的祭，将一切荣光归予圣子上帝主耶稣基督。愿圣神上帝赏赐真实的平安甲安慰、智慧甲勇气，以及永远活的信、望、仁爱，互听上帝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免。